长篇评弹《忆清平》第11回，沈芳逃走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沈太太听知你心的闲话，这还冤枉三娘娘志不通改，马上努力寻访谁的养路上。还有个知道他的心上的很，这我是一天一个人，向来这个呼吸一在让一在走，面孔一般没压力。外出口的起的你啊，可把嗓子搬出来，让你洗了上了，而且是一个喜事。因为难道你身家的养狗的小奴又长疯了？等到房开里向一听的么子通通拨空以后，那么老太妹海里去西门娘去的问，我是说的哦，为要门上来阿牛来不牛？我到底按冤枉，要你自家说。喂，受尽命令寻访30二世，心中苦忧。对，三娘娘你听不见我心没害，这种冤枉事体弄不清爽，我往唔得面孔见，不能往啥为是一西子么旁的男人。门清上来到警察那哈弄到后面的顺方队长，门清上是谁家的空蒙不胡涛涛，我的名字在还听上，嗨人呀，做出来个年头唔用的，你是在美人的，是我真有，真有枉呢！来自不通改唔家子金江路海南是难不得真有的，来北海不牛，是到真有是来自家选的错的。上楼去，把你上来立起来。宋娘娘，现在能够讲我的，那帮啊，我帮助上去，只是讲半日，一时对了哪里得去？刚子唱起来，不落动，一句做起；刚子唱起来，不落动，一句做起。两旁边我的口口心里想实在难过不过。俺不鼓励了他要经过来我三娘娘，干了给我踩一波嘛。喂，三娘娘，口子的呀。哦，要是姑娘，也很醉，把那我的他儿子塞过了让地上冲。是什么悲？
辰光，对我还有越来越小，有望龙天上，我老是个有望，看上去有神海的，日非多呀，小飞飞。三房房来到三房房天没准，三房里向个在屋里阿妈娘子，离着那个人龙当时间一定要踩着上去，那是三娘娘马上流浪要洗洗，哦哟，这还有一个朋友哭着的亲那不人夫妇三房这地，啥你们金包姑姑，马先生白了啦，手个小奴才一般的天，三个洞里，那么跑这里让口三娘娘妹妹叫他让过来，那是要上楼去洗，叫啥个小奴傻傻的哭起来，哭得怎么叫结婚？你哪先生肚里就你那啥子的样子？你都娘马上要上旅子呀！我虽然侬哭么中要去哪？那么要进入衣裳打开来，侬哪实在非要侬自己啪啪嘛，不忙里别哭里自家为了让口，还有哪的实在的自己们非要侬管，在哪先生口口来办到地上，娘是要死的了，我还去哪了？来哪里是进去嘛？你手里一提嘛，弄哪里比起来，你哪时候现在来有人哭？中发当时我身体一起来哪里出来？中庭再次进去，这小丫也关乎的，一天吃要那哪一来的，一天嘛一天出来，第三趟这进去嘛，非要弄儿子，儿子们不能儿女买结果，5个婴儿。马先生这个一通不通得通，我让多知识。小奴在还三个小这个娘要谁在呢？哪在边去？三娘娘听见儿子哭不你们家只最不够，2只家里的，你自家负责过，不说这个事，恐来要5百个字，岂不是？今朝我娘婿有望要新房起手，一进房间看不见。让我天天再遇一面，而且我还要关在梁上拿出去。这个面路你要娘的，你要这样子，领导子你还看看。现在下来你讲不里听我有望你也不懂，将来保障正听送的龙王，你脑袋警察把了你手上来。告诉你，那个娘是10样大10样多，谁有望的？所以不就是呢？忙给你追过来，想口口的线路。来了让过来嘛，老太太被一口出苗头来。昨天你也想看我个身子啊？像农村这个不是哪个女子？像面孔既不通改了，为做哪个女子？来到记得要想看看，5不看，我今这个老太婆饿了，再远面的还是不离口。衣裳裤穿一来。那么搿辰光人衣裳裤当你现在2样，像我种衣裳裤老是总归看得到的。搿辰光人的衣裳裤上那个头，老太太的衣裳裤是那个针头穿在那一个，那个小奴不理解那是底下模样上差不多。不义，谁是你的儿子？哪一个是你的儿子？至于这种好小孩，不应当做成了理智之事。上驴去。三娘娘对葡萄桃忙忙，该来来不出去。这个电能弄样的，今朝我要洗，你让我看一看。衣裳裤一拉，别想看。这个非常老师啊，你眼睛一闭，孤立不得行，玻璃电路都人的。爸。
再吃一点，对，上来。房门去在里向一望，一望给高张三步，几房内空空哦，风山东哦，哼，另外一句，为啥个高山？这个我进厨房打葡萄他先知道你，再有一面让我发表，好了，身体接住了，等来他上来。你想三人啊哈，冤枉呢治不通的，龙在我去也难死的。临时金房也是为了流浪想征服他来，再有为了发表。在那个从头名事我不大口舌，实在不知呢，我是一般放弃。我问你来讲啊，就我终于得了这个门。这那三娘娘不是好的，可是那太一弄到的。可既然他呢，我要去巴比的啥？这些东西，公明白为个阿布为了的，阿布有王你们来吃哈，有王还来什么来吃哈？也打是狗血，不办法。那么是不是呢？他总理还都辛苦，那李水是这样的，因为李还这些不他不可。他用已经讲50步他，你把这样子那个贴过啊，对啊对的，就狼的吃说就一模吃一模的，神他大可能层到流浪，身体里里没一口力呀，啥几不听房子那个当眼等做啥呀？娘娘也请过来，父父身上，父非了，不，那他当眼特的。这个男孩子进去死了，弄到我去住家地上发病了吧？剩他在我一场，这里向阿位我冤枉你，对不啦？他刚刚一下门户冤枉，来到身房两家这个海话不对了。我们南京茶山然后去，那是其他男人对上一起上上岗里，门身房落下来苏州忽悠的地方，上岗那个警察拿在苏州忽悠拿从上岗里，那海话不对了。需要都讲当中去，是三娘娘一听那么话，不是人我是你的心，有啥都是，婚纱能立起来，奔在房里马金当擦过那个长廊，一碰他的痛。那他也进跟进去，打到地下我姊妹撑着来扣一扣，一块在楼底有人撑台用钉子来钉起来，不当的新妇三个当的江洋大的。么是通通来几点过不错，临时要出去么？但还老他在上地下浪可的啥不去按流落法不没了，不行了，上地我在遇上么？那我现在要出去，我现在一出房门，我房门快速不开的，谁要等在三星我啥意思都是让我背，哪么能开房门？他是遇上没了，还个上没别打他，没也是就好3个。一方门子要贴个4个对方门子，这老他们才过去1年噻，这个西餐的人们大不要紧，上门不得也是台湾不起，你说我们都不是好人。现在一看上帝有500么子么的押金还出来，房门大上可做手，悄悄的向他进去，咵一送么了，冷插挡出来，把东西包不合理的，也是来在了让警察让去看。那他临时河流嘛，不就来关键3房里我的阿妈娘的，说随便啥人不许打地下3娘娘杠枪，啥人打地下杠枪不如下这个台湾进去，一激动的。他放心啊，你在边那不讲，他放心啊，你不讲。那么呢，他可能真打进2房里呢，我的了通河流。接着呢，老他一追上，打哪来打赢？你不讲，你要是这个心态像3娘娘，今天老他不破也等到哪一追么才到房门去了来帮房门往拉开，
三娘娘，你把你刚刚那个他警察男的，你有欲望去讲不去听听呀？这心在想三娘娘，吃到里向三娘娘困到床上不开口，说听我打你都讲对啥？我打不他讲分讲明白，他警察在哪行在里，我弄不听讲我讲对啥？话说我现在是也是，这还大家不想。分析的那房里不想么外地也记得。人家们说三娘娘表堂里向寻西路讲，来等那地上不出来为不要紧，你和想办法去来一西讲的。那么张呀，各种那个人家的房门，但是老师傅各地方的张来张不出，大家担心是表情西路，里向嘛不开口。大概你多浪几个辰光，一个男生来到里面，不要怕凶。不要紧呀，大叔生，不开口是要紧吧？我不要紧的，这是地方自己。我有法子让你里向开口。你倒有本事啊！金包姑姑大胖浪里不么里向马上就开口。哦，里向我在开还有挖开。不讲究灯光，你还要试试看。我没说得了，他开胃的啊。怎么试试看呢？我试试看，我打不灵门开。要说金包姑姑大胖浪里不就外开口嘛，大家不灵门也看的。那先生眼睛莫非要那个师傅拉他？你这个事要么做你。刚刚完了喝水饭，现在提前多喝水。一步，而且要你靠在下面娘里向，大人都马上快，可不来这个东西。还有一步那个水路也要好的，你想办法对上东西不也让多。哇哟！三娘娘本来不预备开口，听见儿子哭什么啊？是自我是的。上浪公山能竖起来，滴嘟滴嘟追过来在房门口。哦，地空。水灵跟那，要马上就会开口呢。底下拉门上，提他们哪是还是？三娘娘呐，这个金包姑姑也吃哪呀了，让哭呀。怎么你不理吃呀？喂他。是呀，那马上不理吃啥？你放心啊，不要紧讲。第二个句英语嘛，就要讲十几句闲话的。那么太大可以这么说着讲。这说个三娘娘刚才啊，模样想想有名，我不知道你都有啥东西。那不他讲什么方面，这也不像。那你也不像么外地也接的，这也接么也里头。这个五位大头胖个，老头头的是线路行不路好。另外一大头胖，这个一步上去个线路厚啊，哎，你不真的上个路的。三娘娘听见没就追过来，秋后的哭。三娘娘这个到底50步背着虫子的跟大那种放了像大葱炸。哎，那你在这呢？当心炸！也讲你都是闲话。刚才模样也不像么对了。说了来听靠台下这个三娘娘今朝是不带他去吃，要问着男儿京东娘娘这些，因为你到三娘娘叫八弟，京东娘娘出名死了后，大地被冲死我的来抢给三娘。要问着他那句，三娘娘今朝压力一压去分定西路，那里个边性命的取得儿子2把土胖，不呀！杀了大门着京东娘娘路，三娘娘去到路呢，金家里么这个拿先生把这金包姑姑还要去，拿先生到线路布施个辰光，裤子掀开来，湿布背出浪布施么京东娘娘一口弄不动。虽然那个和尚在还上天，一想那个男人里必是亲人的，那个人啊听，娘与灾难么血压水土，这个亚天取得金包姑姑2把东巴，是一个儿子不分，他是儿子不让都比你真要人。那么房门去么娘屋里阿妈娘一大的刚才，我说这现在在关这了，他为的是搞房天上身体头灵，在方舟上向一口么。喷上了一起，昨天么看见个在红头警察的那方舟上，我是为着自家年纪大，各种岁数退役时了，我打不派的，不然来3辛苦，来闹事我从警察做不走的事体，这再么是我唯一的了。我初从我是不要在，这样么哪你这样么让我不知你辛苦吧？今朝你在蛮辛苦，而已这，啊那挺蛮好不啊？这对风流金钗私语你吧，哎呀，都家子挺蛮好不噻。那这个娘娘屁股上有些
为这个在vùng地警察局3娘娘有关注的，今朝么子在漏水。在地上向拿警察车起来嘛，根本泥房里啊，那35些两，再敷1两饭，做不来这个。啥天你要去打警察要吃风的。哎呀，听没还不完，中心路也干的噻。哎，我要去搞水噻。呀，他想不了。那个刚上不两天，那么那水上我有事体下不要紧，不要搞水，不让带他。儿在心边。哦对啊。娘怎么来啊？可是今天啊。以往的还为着自家防范的身体受的么风远。是。但我去带本米汤水。啊，那，米汤水对。等待米汤水来嘛，你要跟肚米拍分第一次，今朝还要和平嘛的。他面孔本来那样想，今朝骨子里，那是一塌子还有，那个头一闹闹的。警察打上去。这个女人的擦大子呢，比我打个擦布。你那把女人一个大擦布风啊，几乎啊，这个大布还是你两怎么通通上去？那是那个羊毛毛出去过的啦，内口也不晓得，吹人都不挂李手别记法来，长了你毛头那个老乡，完全是不对啊。你啊，再看我哪家？这个我想不了，后面顶在锅子里为啥两只锅么那样的哈？为了地里郁闷了。哎呀，你啊，那地方别是个呀，今朝老子对警察高你别是的。这个看那的是后改。你不我问个，那警察落得来，我是只猪了，他不得应对不了。该你呀？是上家。哪有你了李娘呀？相对上家。那你那对警察，还是来他送的是谁娘娘子来？那警察对你娘个学生，都是那你娘娘对拉下。叫你不要在这里讲的真正是的记，走。参干，这是杨叔叔吧？你要好吃啊，在家。是个。吃的难玩。啊。也手小。我去我不能啊！这把李娘娘放上的，现在今朝才是这个功劳，到底想去拿出来4把动力，一匹上路布，这个4把动力才还用之大把，当中非要动力锁骨是光皮搭子行情啊！这匹上路布是昨日已经低出最上干的，今朝已经是快就快。我在哪里么带上一把红鸳，那啥事不来呢？哎呀，都要是你娘娘。这民家的动力别用啊，不没放着啦，是不会太白吃的啊。你说嘛？将来讲起男人来大肚起码还是皮的。这个红云就口没想好了的，这动力像为光皮，这上头不是已经低出这好咖喱的，在里毛毛个地么是叫是男人当鸡在这个当饭了，我个男人还不得落大气。到回去，第二进去马上正地给我放下，怎么你也用你？一个东西也分用。我刚刚听见说，不是呀，来不及用。因为明知京东娘娘得罪三娘娘谁冤枉，谁也导致出手的抢去三娘。我的当中有一个朋友叫蒲耀，白龙的帮着红你们写的知识才是理弄出来的事情，捞起来两个就这么贴死他的，你来不及用。这个今朝你考不得1、2天，让你们现在去考下来准备。你娘娘1、2天真困着，在头面红头警察门扛住，把那头上困干没有困麻的，把那台上么丈夫不记脱，我身不害怕1、2天真扛。老太太等待女性，我一追一去嘛，马上拿老中部害的，关键老中部下封信，下不了经理下老户卡，通了京都老相公家门不应嘛。3、4做个从不头子新东西，还2个同志，一个叫李口，一个叫毕贵嘛，到赌场里向去拿阿拉把你请出来，请出来啥子要拿顺方的石炉的，1顿半是要靠啥？为这里去，2同志们去，老太太呢，扶老婆听上向越想越气嘛，刺痛的啦。哎，除了该到房厅平门被有个机子介绍才听开了。我们也不当少账啊，往机子不要，这个人呢，不帮你娘娘的命，他们叫你机子。啥你们从娘娘身边这个屋里接别的，这个屋里还屋里，
董娘娘逃离到山房里去，因为董娘娘自家没得三人，山房里这个阿人呢，你当儿子样子的，欢喜得不得了。现在周阳生，你说你家里这位过起来的，三种子是3年，几人来互相帮，都囊到是妻子，我的为一封堂皇的手里一吐，虽然我是会了，也对待山房里把军队不不想。一大路回过来，带给他旁听顶门飞语，这可见是我的阿毛娘一中啊，这要做出啥去？你们能明白？就说三娘娘是冤枉，现在放他进，哎呀，好不了，都是气，一出回来去，不吃回单子落大气，在金家分领的，哎呀，这个人，一个屁的围在了往里，喂，东娘，发财。董娘娘喝的，该打个土房里在还破日办，带来这个事啊，事业下来张不睁开的，听见我的是不喝的皮呀，开下来这已经没来了，谁找来的没把持，对的，公事金换。哎呀，董娘娘，这个都这个帮这个你。现在省房不老天气了，谁要做他们里头，要你要做一顿饭是也开上。三娘娘来到回家里寻忙谁认识，放在心个给董娘娘，你要想法去干，非常没法去为啥面去，你要想办法去干。董娘娘一天么拿着2把水搞你不来，在我的看看，我现在眼睛们的非还不人来聚一聚，我不人经把我了不得，哪会出个什么事体？马上等他房里向可是谁家记的，而且我这个闲话我听得出，但还难不就500人句，啥道理我不就500人句，连我这个意思我不懂，因为我是给他讲王心，老太他们的这个武器讲不定拍的，来不就500人句，娘娘带里看看，来带自己也不积极后，来这晓得我给他身家的讲王心。你也晓得我那里处理2桩事体在不记头，人总归2腿的。啥天我第1桩呢，发子给他来，这个计划年数我分2个一个3路，我在不记头。叫他总理个女人想想蛮可能，这个养儿子养不出，这个有啥个办法？也为养儿子体力都不行，这里不养么呢，还还容易是错的，在不记头的。讲男人带夫妻也好，有个对不对？我这边这样子根本没得的。你有个男生，我这个阿公啊，5年你叫家长要听第2天子，哎了，到吧？你看那个永兴户，来自3年呢，一家不一样，你阿娘了，对永兴户，每2在喂养养得多，也听爱我呀。有2年1个，有的是1年养4个，还养个。正个里向300台，12个里300台嘛，1年4。来养个马也听见哦，也是一个啥个啊？但你啥个难过的，哪带来经过养得出？但还100零的，董娘娘给他带回去。唯一张事体嘛，该打个大山崖里的男人呢，非表接受不的上，常常听见古太太闲话难听。来做高兴的哪不好，还叫规矩。手得抽的血液喷出来，实际要讲得走出来，是不还有啥个办法？你只晓得我家王孙不养么啥？三娘娘我大里一时把我们的外家去发展呢，你是2种关系，这个口里系总不是事体，那。我想飞。
能他应晓的公用以说为人困，他不是须得否此事，那么那是你娃努力还是？我看还不记得。那么上方的警察拿在手机忽悠里来，我想儿娃非比良心美，一路心花大风聚集，只等他早绿木儿起了背，吓得这比身后事。哎呀，东娘娘，你别多伤心呀，你要想办法起来举办啥的呀？你想办法举呀？要举什么？什么回头噻？来，我要举人的名声噻，提着里头，东娘娘，你要啥想办法呀？把举谋洪恩，把生老。东娘娘，而且咱我可2个人来举的也举，这个别提一语了，要谁举什么法的？谁把东儿来释放，去把飞娘举出来，要谁举什么法的？嘿，啥意思讲？那东娘娘。刘姐娘，这两个绅士的兄弟讲，这个金房在这送了房间里，这个我手鱼呢不，这个是3个意思。顺房正叫娃子了，才要做他们的，东要你要做来，一顿饭子也要看啥。这个东要你啊，你这个读书了，怎么开始起码不会？弄3个姑娘那都拿水开始，今天去了眼睛们里，这个要几句顺房间。这个娘娘讲对啊，来眼睛们里听听三娘娘为戏夸把门啊送，这个我杀了，一时就让我杀。等到你死我杀当中一头神话，你为何想办法？眼睛们定为现在是什么？等到我个男人走来南海里读书么的来，这3多3个过人的花的来这个多，这都问家把的。我这个我这个这个眼睛们的我不来这个，我话等还要不人救，那么南想得怎么拖死南吧？还是南这个我就我拖得了个，对的。是。受此内去拜吧。啊，各位东娘娘来听听，这句话生气不得了啊！因为我让你呀，这个我是记录顺房了，放在这。哦。这里搞在地上过去，这样风水也是。是。但是掏下了是眼睛。啊，这个东娘娘呐，出去手也手的里也来的一个呀，这个不敌人不敌。哎呀，你不仅不敌也不眼睛的，我懂得不来，是我现在个水没发出来。内去拜吧。跟我去弄啊！现在要去弄人，开吹机开始。兵去军一塌糊涂塞了，还是多2人。我说起来那兵口府都望一下，只给17两银子，这样挥霍，不要。那要准票的银子，早上去挪开了，一天是一天嘛，1万是1万，真过弄。房间里的银子，把人拍拍呼吸的，那这个话实在不起，以前用啥个的，还是顺方这个出卖的少。兵去军一个周头班，要去弄是外地大东娘娘。都往里去，当心讲，要白龙里把那红云也去个直不得了。当心就大概到心听天顶里一听，里向拉口，嘿，这哟，顺房，哎呀来着，来他家里住了浪石头了浪凳子，你日俺来着，我不要去那出去，吓人的。他到西青浪就在顺房飞里，那里天高浪泡泡，嘿。你好呀，第2大岁飞了这个手带过，带着孙军情的保卫老同志飞呀，你马上从我蒙不了来他，几个人啪啪水里这个声音还上顺房不了一好，少娘，老呀，
这少年原来是妹子。哎，是呀。沈大哥吧？你做啥？我们俩做啥？哎。那里考？啥地考家？中大要不考不起来。沈大哥吧，别考。那个事情你给他府里差不多的大家才晓得。哎，再不晓得是这个人啊，真的比死人的。你是冤枉的呀！啥人说的？董娘娘老说啊。对，过分说。原来他都让当中带着我顺放个上体内冤枉的，我贴起来马上是去挨逼的。哎呀，真啊！哎，沈大哥吧，那别哭，给他有银子了的，董娘娘不那个呢。妹子啊。啊。从那外头上董娘娘。大家。也是我今天不功夫。啊。妈么是还得差不年纪吧？是不是个嘞？今天微微唱的妈么子嘞。妈么子呀，不能人叫你大嘴。晓得，喊我大嘴啊。哎呦，我当初看上去有哪个了还不的？什么哪个呀？我冤枉的，我啥子大嘴家？我走他之外弄得明白，依序说实。这都现在个还不人讲我去。你看不出你来着的呢？家里大嘴你还不肯，就是这个我就是要去呢。嘿，沈大哥吧，我们呢？你还晓得这样样的哈子？哪样子的？那他关在了刑房才说的是早晚定个罪。没他两个都在是这个的。那么你这样讲，这样讲的是没意思。你这两个我可以死了，你这个当冤枉有神黑鸡嘛，比你是你吧？他不是在外边你的家50发诺林呢？这个我讲你注意啊，自然心命啊，你大家他想，去放听过，放着听过了，这当冤枉是家里龙听上。这个辰光这样讲，哪怕进了民间大厅上。那么一个人我们回来西边讲，你回到屋里叫他把头上一顶，老太太那么一顶，这些了太太，当辰光你要当上龙站出去，这个破事呀，会在龙厅上三娘娘的名字，现在自己听上我是冤枉，你让我死，你弄上我吧。那是讲在这个辰光你死死了，相处了不啦啦，你现在死死，我为了我错的呀，我随便你为是我为了为是呀，不啦啦。怎么总归要巴拉拉鬼呀？对不对？哦呀，才对个。你哪个当嘴？你妹妹叫你让我想想啊。没这样。你别猜我要昏一下。没这样。哦，我们在过过些汤水一洗，三娘娘一洗，两高的一洗嘛，有人海底用啥用水用不进上头。那么我现在。大嘴。在说啥话？他想。他想了说啥话？我离开中心都不在，他想吧。这个跟他想，我在哪里个他想？你不是在单自个去唱着哇？怎么去放听过？我听过那样子的了。跟我哪晓得呢？你自个去放过。我听过，可是听不出阿龙的名目。这个听过是真的是听说。没事啊，那边要说你这种家务体是卖弄啥子？就听过那都家务了。你喝酒，你还得记吧？哈，唱英文不能还得记吧？那么再跟我将来走来么？会得呱啦啦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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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记吧。那么我这个对子啊。不能当水，有这个这个的快。那么将来俺会得呱啦啦个。呱啦啦个呀，还得记吧，快点记吧啊！还得记。我要买到那边菜呢，我有那这子不得了，说的别不人搞的。我知道，快点记呢，我们就打，有这年这个他要坏。那么我马上对记。有多少对记啊？我还要去外地上来他。哦，我要。那么我记得。快点嘛！那么董娘娘师傅比你当外地上。现在叫你去吧。那是我出去是有好你们我这边哪会忘记？都是董娘娘叫的，你还得去吧。没事啊。那么我有好你总归不忘记的。还得去吧，还得去吧。等你再问吧。还得去吧，去吧。人是往身边看。不晓得那么的这个三娘娘讲的，那么要听听真龙娘娘在这里讲句谁？